来看台湾第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博胜区的比赛，摕到2块铜牌。针对杭州亚运有4个女子的选手取得参赛资格，也毋过查甫选手只有赖祖温一个人。赖祖温慢慢讲会当有好成绩，上好是当摕到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。 国分中心媒体日真侪记者互赖祖温淡薄仔紧张，差一点就要返乡接受访问。伊是2016里约奥运就替台湾摕到过20年男子博胜区的奥运门票，但是了后国际比赛煞一直输，有真长的期间是真懊恼。除了接受心理师专业辅导，看到英勇伟伫咧东京奥运的表现，嘛受到鼓舞。看着他那么努力，然后自己也会有一股冲劲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有被影响到。 调整心态，回去比赛。赖祖温伫2022亚锦赛摕到铜牌，是台湾男子博胜区11年来伫亚锦赛上好的成绩。教练罗尚彻想到伫这进前，差不多每一届甲祖温出国比赛，家己拢有亲人过身，目眶红红。所有的运动项目只有拳击是流血还要往前的。对，用这种精神来跟他分享。他们几乎15年进来，我跟他们说，10年磨一剑。 明年刚好第10年。赖祖温讲，教练是予伊真大的动力。就算男子博胜区伫咧亚洲竞争真激烈、真困难、真辛苦，也是爱拍拼来训练。你努力下去的话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子，你就会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目标拿金牌啊，对吧？然后拿到奥运资格。 以亚运的金牌做目标，进一步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。赖祖温希望的是，毋但家己有更较侪台湾的男子选手有机会行去亚运的舞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